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宋雨辰。雨辰呢非常的年轻，可是他做的料理呢大家都很喜欢哦。今天呢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2道反正是也很好吃了。我们先请雨辰跟观众朋友问个好。厨娘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像我这常常会搞混那个人名，名字为什么那么好记呢？因为韩国有个巨星的名字跟他差不多哈。好，那今天雨辰要带来的这个2道料理呢，是其实我很喜欢吃你其中有一道这个你猜是哪一道？今天他要带来的是一个是龙胆这个石斑鱼片嘛哈。首先我们先做龙胆石斑。那这次的龙胆石斑鱼我是选用屏东养殖的一个在地的食材。对，首先我们龙胆斑先做一个腌制的动作，加一点盐巴，然后米酒，然后下一点点的胡椒粉。然后在我们粤菜的话，我们通常腌制鱼的时候都会抓一点太白粉水，主要是让它吃起来可以更滑顺、更骨溜的感觉。哦，原来我每次去吃的这个鱼片呢这么的骨溜，是因为你们在腌的时候就加了这个太白粉水了。没错，那我们再加一点香油，我们去做腌制的动作。那当它味道都扒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放上去豆腐上面。那你今天采取的豆腐呢，是属于嫩豆腐吗？还是？对，是嫩豆腐。哦，所以在国外的这个观众朋友呢，如果你搞不清楚嫩豆腐是什么的话，他们通常都写会所谓的这种medium 啊，或者是 soft， 你就买 soft 的哈。那我们就可以放进去蒸。因为我们今天选用的龙胆斑比较大片，所以我们蒸的时间大概是在12分钟。是要水滚之后吗？水滚之后的12分钟。其实蒸鱼的时间很重要哦。没错，我每次蒸鱼，我觉得我都蒸过头了，因为我怕它不熟，然后就蒸很久，想说有熟最重要。但是等到要吃的时候，又发现熟虽然很重要，但是好吃也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蒸太久，12分钟是蒸太久，它的肉会变比较硬，尤其是在这个石斑鱼的上面。好，12分钟到了，我们鱼就是熟了，就把它取出来。那记得拿鱼的时候会非常的烫，那我们就是要小心一点。那我们再把鱼它移过来，整个呢让它滑到我们的大盘子里面来啊。我刚刚用这个小盘子呢，就感觉那个鱼没那么贵气了，放了这个大盘子就觉得这个鱼确实是很值得哈，好像就是很高级的这个鱼啊。讲到这个鱼呢，可能跟观众朋友再分享一下，怎么样挑选新鲜的鱼那除了我们通常都会看它的眼睛是不是 bling bling 啊，很亮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鳃呢是不是很红啦，不是这种暗黑色的，然后再摸一摸鱼身呢，是不是就是说是有没有弹性？对，没错。可是问题是，雨辰啊，我们在国外的时候，他们的鱼通常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放在那个像那个冰块上面。是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？从色泽吗？对。从色泽上面。主要是不要让它看起来、摸起来，也不要让人觉得说不新鲜的感觉。不能摸哦！你在国外啊，我就记得以前我在那个当空服员的时候，飞到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。哇，我们在台湾挑水果就是摸来摸去啊，翻来滚去的，对不对？结果我到那个国外的时候，我想说，也摸看看啊，这个多重啊，水分够不够啊？哇，马上人家一个棒子就打下来了，然后你就搞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嘛。可是，在国外就是不能这样，不像我们在鱼摊还可以按一按、摸一摸。那我们如果在国外的话，通常像这种鱼片，它都已经处理好了。那通常你们会怎么判断？通常我们会看它的鱼的它的光泽跟它的颜色。就颜色上面是。
就是它不该出现的颜色。对，像有的应该是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超市啦，像有些超市它的那个整个的那种信誉度比较高，对，那值得信赖。那有一些超市呢，可能管理上就不是在卫生上面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选择海鲜，可能你就要稍微呢要去比较讲究一点的那个超市。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有效制造的处理的日期。对。那我们就是第一要先看一下日期，是看它什么时候去处理的，然后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，再来去看它的颜色，它的整只鱼的肉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呢是今天的泡饭的重点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是米，那我们这个我已经先处理过了，先让它炸过。那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可以拿隔夜饭，隔夜饭对，那隔夜饭比较好炸。那我们要炸的时候，就是用高温的油锅下去让它爆，有点像爆米香的感觉。哦，对，所以等一下一定很精彩哦，一定会这样。那我现在就是先加下去油锅里面。哇，真的耶！这个就在炸这个像印尼虾饼，很多人很喜欢吃哦。那常常你去印尼的话，它会一整包，然后里面有虾片硬硬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在炸虾片跟炸我们今天的这个米饭是一样的，一定要非常高的温度，让它瞬间呢就膨胀了哦。对，那我们饭就可以立起来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煮这个鱼汤。首先倒入这个鱼高汤，这也是用鱼骨头去熬的。对，用本身这个龙胆斑的鱼骨头下去熬。那我们下一点点的鸡粉去调味。那其实我们不用下太多的味道下去，因为这个鱼已经非常的鲜美。当鱼汤好了之后，我们把鱼汤倒进去。哦，让它整个又淋上去了哈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刚刚炸过的米给它放进来。倒下去之后，它会有听到一个呲的声音，就非常的。哎，真的耶！你们做这道菜的话，会不会在客人面前直接把这个米倒下去，让客人听声音？我们都是主要米下去之后，在客人的面前再放汤，对，然后就会有那种呲的感觉，客人就会觉得非常有食欲。对，那我们再撒上葱花跟芹菜末，那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。哇，其实看似很复杂，其实不会啦。对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都说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剩下来的这个炒饭呐，就是说冷饭要怎么办？我们一般都拿来炒饭嘛。但是今天雨辰呢，他教我们这一道料理呢，非常的我觉得很棒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冷饭还有另外一个这么好的用处哦，就是让人家听了会非常快乐的声音，是把它拿去炸。可是，一般我们米饭都会放在冰箱嘛，对，是冷藏的。冷藏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退温就是说退冰之后再炸，还是直接就放下去炸？冷藏饭就可以炸了。哦，是哦。除非你冷冻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拿出来退冰，不然它米会炸不起来。哦，还有这样子的。那我们这道菜吃的话，你直接吃干米跟泡在汤里面的米的口感又会不一样。是吗？那我来试试看好了。既然你都这样子说了，你自己要不要拿一副筷子来吃？我还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米耶。非常有口感。那当你米又泡在汤里面的话，又不一样，又是一个风味。米泡在这个汤里面一定很好吃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台湾有很有名的那个擂茶，是擂茶上面不是都要撒一些米吗？对对。也好吃。原来你的这个泡饭是这个意思。